吓死啊！像他讲又有你冲来狗又不松走嘞，他要哭了，一直在泛泪。刚在台下的时候啊，不会有我害他吧？公子了会哦，帅哥好，哎呀帅哥美女美女好，你好，帅哥美女很翻面的嘛。哎对，对啊，因为我看他也太帅了，所以叫帅哥。帅。闹热到你去，闹热向下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馮姑啊。我係錢啊，大家好。係啊，也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保美爭霸賽，今日足球，哎呦，時尚可能會創造歷史的一集哦。哎，冇唔錯，因為你嘅 V 面咋？對，連續9禮拜嘅賈斯汀，哇，米貴哈港燕，今日挑戰第10關。第10關，哎，對呀。佢聽我講，唔好講。也應該係按呢電視圈以來，哦，真的哈，真的嗎？電視台成立到現在，唔係按呢客家電視台，哦，所有嘅電視台成立以來嘿，TV 外國人都拿到第1名嘅。哦，真的哈。嗯，佢每挑戰第10關。第10關，是高關的啊，靠天威嗎？拜託那個子華哈。哎，你今天不要唱那麼好，你唱錯一個字，或者是嘿一下，好不好？對對對 ，layback 一下。今天轉音轉差一點點，這樣就好了。嘿嘿嘿，差半音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些些的就好了。要不然故意嗓音帶到看來一點點。我給他早一些嘞。哎呀哎呀，做得冇，做得冇。你要有同事愛。還有收音咩？收音。少宇也是一樣哈。邱挺基哈，那新的朋友就唔敵嘞哈。啊，新的朋友看起來還好。他粉絲團很龐大，真的啊！共發呢。對不起，都還不知道他的來歷，就在那邊亂講話。哎呦哎呦，不是看這小妹妹一個啊，係咪？哎呦，一難攻哦。哎呦，真的嗎？對啊，萬一他是董事長的小孩。大有來頭嗎？可能嘿啊。他頭也沒有很大啊。嘿啊。比頭大哪？怎麼跟我們兩個比？拿大頭。來，比賽之前的介紹的評審是常態。好，歡迎葉家秀先生、鍾飛先生、羅桂麗先生、馮義輝先生。好了，今天要麻煩 CP 先生了哈。哎呀，要做出呢這個先生比較留情哦。艱難的這個判決啊。哦，先生冇談得很清楚啦。來，不是舊關的，我相信應該有一點感情嘛。對吧？哈，情感一點。很想把我們留下來，是不是？你說有感情的部分，那不好意思。同學老給留下。繼續把他留下。好了，我比好高關啦，好不好？憑實力啦。也是你們堅強嘛。賈斯汀今日真的順利的過關，不然呢客家電視台有史以來第1位，哦，所有嘅電視台，美國的客家人做得到冠軍，好嘛？來，好，有請 TV 來賓，來自屏東內埔總薰兒帶來客家妹。哎呦，內埔嘅啊，客家妹耶，你兩條歌嘛？來，彈歌啦。
轻版的蔡龟。哎，干有球，有球。大家目镜。给他俩用上很可爱，他比较像那个小丸子的朋友小雨。有眼功哦。哦，T100。哦，T100。哎呦，你今年多少啊？今年26歲。26歲，你上多啊呢？看唔出來。係好嘅意思還是唔好嘅意思？好意思，好意思啊，可能係啊，伊像高中生啊，嗰種感覺。頭到這隻歌藝看起來像小學生。小學就有一些咧道理啦。哎，高中生啊，係啊，哎，會保養了，你26歲啊，係啊，可能佢做條路嘅地方伊幸福。幸福，他幸福企業工作。哎呦，是哪一個幸福企業工作？客家天使台。一可以講下。啊？你客家天使台客家天使台。做得講啊，條下製作單位講。哎呀，千山萬水總黑情，幾時對數已浮雲，有緣千里來相飛。雲兒一定佔 C 位，C 位。好，對你一定佔 C 位啊！你會不會罵傻嘅？哎呦，那個紅布條可以拿下來嗎？不用下來，做得嗎？不用下來，見不得人，見不得人。同事，應該同講，唔嘅。他是我們客台長官們，哦，在那邊舉紅布條，所以他也是長官就對了，哎，長官，哎呦，對不起，我剛才造次了，哦，是，幸福企業，對啊，你看，哎，節目唔講，連客家天使台嘅公眾人員總管，身先士卒，係嘛，來支持你客家天使台嘅節目啊。但是客家天使台非常公平哦，你看之前沒有來過一位，一度啊，嘉威啊，玉坤嘛，玉坤哥嘛，玉坤哥他是，我們也是。讓他走就讓他走啊！先驅哈，就是比不好就走了，哎呀，還有好幾個啊，哎，嘉賓哎，哎呀，前仆後繼讓我們走。對，那所以你今天應該也是來，啊，我台灣門給他同事哎，其他總管講一有信心，一有信心。他說他們上禮拜有去練歌，哎呦，有去 KTV 練歌，衝到以後啦，衝到一定影響啦。對啊，只個按後上用客家講都很好。係啊，因為從細時就要同阿婆講客話，所以從基本啲從一條歌誒，咪係充分阿婆彈嘅。阿婆，阿婆喜歡兩條歌嘅嚇。對啊。係而家咁無彈新嘅流行歌嘅，所以假使講下一個要機會嘅話，我如果開始揾從新嘅歌嘅本身彈。下一個應該冇乜。假使要機會嘅話，冇機會都唔怕嘅，你基本都要唱到阿婆要彈歌嘅，多啲咧。一難講哦，一難講。啊，你咩搖號啊？係啊，唱得一半。V 到阿婆啊你，係搖號。對，所以唔 V 到阿婆來客家天使台上班咧，係嘛？一冇，一路嘟好。嘟好係啊。哦，就嘟好客家天使台走人。係按注意報名。因為咩有興趣，我想講我做同客家有關係嘅工作嘅話，實在咩係除了客家天使台、客家 VMV、客家天台以外，係咩唔可以嚟？師傅橋嘅地啊！咁客家天使台不該要睇咗，因為有上癮啊！講真咧，嗌都嗌咩非常感謝客家天使台。誒，感謝客家天使台。係啊，因為20多年來幫我主持一個節目。誒，真的呢。係啊。哦。某羅就是魚幫水，水幫魚嘛。沒，感謝客家電視台。哦，什麼客家電視台？真的，讓我蹭上。讓我有這個機會。好了，還是要面對現實。哎，創作咧哈。來談一下。請嘉修老師來公平一下。冇啦，冇辦法面對現實啦。其實佢從頭穿好，唔不是那講咁，穿冇心情咩？感覺起來。T100啦。感覺。T100，哦，冇心情。同事親有心情呢。就都強啦，咁我佢衝過家吼，冇變都變開掉吼，誒，上面冇清變出來，應該愛變較太長啲，較穩啲吼，唔使用強啊用，哦，我衝起來就強，彈起來要感覺講真冇心情，即間咩唔啲，就衝唔衝冇吼。啊，上下還有一點點微的時候又太早微了出來，然後早一點點哦。那我還是跟我講，實在講佢有機會㗎，所以我感覺講捱到有機會本期㗎，他一定會有很多進步的空間。哦，是有機會留下來的。實在講上哦，不是因為客家電視台的老嘅冇關係啦。我不要提客家電視台，你觀眾朋友講作弊哦，我那個不要提客家電視台，蠻丟臉的。如果客家電視台的員工打傻就按某心情㗎。
来去个节目家要爱用魔心拳强哦。对对对，挺胸。对。哎呀，我劝你出去外面不要随便乱动。俺其实讲，我来吼，做一个代表，你来家，所以老他讲来冲国家，我冲国比赛，你说我是有信心，吼，这个就几多分，表现几多分，啊，莫讲强，佢青岛所在冲起来咩？真强，就带人家吼，就完全没有放松。我是觉得吼，你这副卡卡给带人一定唱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到这里就到那里就强嘞，就从山宫那个地方就没有了，就你好像下山岗就直接掉下来这样子。那青大宋啦，不过还是讲国大宋，不过你要讲姐妹客家姐妹实在讲，佢亲就本事就本钱啦。不是本钱哦。上音奖，还有中国家咩心态咩真好，总讲出一家对一家无信心，所以第二点，那就机会家吼抢伊改过来吼，较有信心讲，真起来冲本阿婆糖哦，娘阿婆可能无信心，伊咩强哦，所以哦，加油哦，好唔好？有机会噶，加油好，陈先生，我看本书嘛，哎呀，做得冇看啊，做得冇看啦，做得冇看啊，做唔得，好，关于啊庄云怡嘅分数，哎呦，啥嘞？63分呢！我靠，这是实力还是加分啊？实力吧，实力哈！哦，哎呦，恭喜你有一点有差呢，有差。难怪人家同事对你有信心。其实佢家一冲过，佢上瘾动量嘛，上瘾动量，上瘾奖，哦，对，那恭喜你哦。这个分数留下来的几率动高，动高啊！回去电视台再多帮我们美言几句啊！谢谢长啊，谢谢长官。呛，那牵你下去吗？要不要扶你下去？翻脸跟翻书一样。哎呀，真的，对，太现实了。这么样用，这里很公平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哦，长官赞，对，继续留下来哈。好，没问题，呛走。我们会保你哈。啊，不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没办法。哎，好了，杀了，哎呦，李小怡会带来，哎呀，天使。哎，我靠，挑战你的歌哎。嘿哦。咁好。好啊，又唔好啊，做得穿250 K 呢。这个还是啊，像他说又有你冲来狗有本松走嘞。刚在台下的时候啊，不会有我害他吧？事情，黑牛白银，开始给呀，哦，呀件事情，黑牛白银，开始给呀，可能係小老闆撲嘅心跳，可能係唔盼嘅十嘅無助。可能就開始跳起腦邊邊，可能就鬼你自問自答，眼底，哦，呀件事情，相愛三個都做唔得耶，哦，呀件事情，都帶係愛不變耶。勇敢。
唔讲死嘅，唔讲死嘅，唔讲死嘅，卖咧果唔托唔得，都托夾嘅果嘅咧。我糖精上嘅法，氣氛啊，氣氛做糖做好，你做嘛拿嚟衝咯？而家溝通比賽呢，又唔係講啊，隨意攞嚟表演，一嘛嘅，那個哪有安尼？懵懵的嘴嘴。吃肉你衝以後啊，我挑戰糖都改改是不是有點？那會一種迷信，你知冇？你衝喺那會一種迷信。真的好聽。哎，你睇一般嘅糖豆，唔係只有愛風勢衝嘅，你衝出去個愛風勢。你很有你個人的風格。個愛風格，真的太難超越了啦。那一段破音也是你特別設計的，對不對？嗯，那是 R&B，各位欣賞，裡面有神助。哎妹，破音啊 R&B，破音不要學我。屁差了一下。對對對，一樣。你有冇偷條歌？對呀。因為國立欣賞崇拜講，我在從業過，我是講唔敢吶，我只練習很久，選了很久，開始選哦，也許這條開始入個門，可能這是入門歌嗎？那條歌是入門款。我靠，本來想要選，我本來要選老佛點鐵那一首，老佛點鐵咯。對，然後後來可能比較簡單一點。魔啊，玉倫還最難衝的歌。對，玉倫直接這樣歪頭說：“你確定？”我說：“沒關係，沒關係。”走在那。哎，唔怕啦。不是一個挑戰吶，知道他剛剛只是一個小瑕疵，我覺得還好，而且那是他的個人的 style。對呀對呀，你特別設計的，我知道嘛。TPS 設計嘛。因為我想舞台劇的演員這樣，他在舞台他不能要求就表現得完美，他一定要有一點瑕疵。是嗎？演過舞台劇哦，沒有，就一定要忘詞啊。忘詞很好玩，忘詞你要趕快要擠出來啊！真的哦，擠出來。很喜歡在台上出彩的時候，對對，就是大家互救那種。對，互救，然後或者什麼技術怎麼樣啊，大家都很快樂。那才有現場感，對嗎？對啊，跟着現場感，這樣有嗰種感覺。對嘛？唔夠幹掐，唔幹掐。沒，希望你偷兩條歌哎。而且那個轉調，我剛很緊張。係啊。哦，在家裡面練大概10次，有8次會找不到。真的哦。真聽唔到。你講轉調給練嗎？嗯。哦。因為他是剪了。轉調，而且有點不和諧，真的。然後那天早上排練，我說小康老師那個不和諧是正常的，他說對正常，我說正常的，對啊，馬上一下，沒有，愛下哎，還是我也不知道我怎麼那麼假會，有沒有下了這麼多？對啊，奇怪哦。唔掂咧，我們唔掂，我們下出來，因為我們曉樂器唔掂嘛。古時候我歌全部就會，就是自己用亂哼的。就會丟出來，用哼的。然後我有，他在我的腦袋裡會是一首歌，然後同關了討論那個蠻編曲啊。哎，故事還用下出來，所以我的歌它是天馬行空。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，你像那個我上次也看那個誰，庾澄慶。給咩啊？給是睡覺睡一睡，突然有什麼靈感，有什麼旋律，有乜個歌詞，給出跳放嘅，給出特別用寫的嘛，不寫的，也唔係也跳的用溜起來。還沒樣用啊？我這樣我手機裡面超多的。哦，真的？大概有幾百個吧。我丟棄了。哦，拼湊起來就會變成一首。真的三公半夜時節家不愛用。常常會有這種機會，就感覺歌詞跟音樂就腦門打開，天靈蓋打開，然後突然會哎呦，茅塞頓開啊！真的哦。羅哥應該這樣創作很多啊，都填廣章衰你。我是這樣躺着，哎，起來，放流，我要尿了。來面對現實了啊！來，向飛欣賞，來公平一下。所以你的膽子太大了。哎，愛青，我很想要問你一件事情，你平常的時候，平常跟師姐，你生活上你的個性是這樣嗎？有是大拉拉的，對你就是都是大拉，我母羊座也是比較直接這樣 ，OK，就是橫衝直撞型的，有勇無謀型的，很棒，兩面人型的，對，因為我上升雙子。那你有沒有安靜下來的時候？有啊，睡覺的時候啊。為什麼我這樣說？因為我其實想給你個建議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回去練習一個事情，就是很安靜跟自己獨處，很安靜很長的時間，讓自己這樣子。因為我覺得因為你唱歌，我覺得你整個唱出來或這樣，對你來說都是很容易的，整個放，因為它就是你的個性。好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我常常會說，通過音樂或舞蹈或畫畫或各樣藝術上的事情，你呈現出來的就係你自己的個性。好，那
以今天这首歌来讲，我觉得声音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因为你的声音就是这么的漂亮，哦，你的爆发性这个都没有问题。但是，我觉得你很急躁，比如，爱。那个事情，那个哒哒哒哒，你没有，你是哒哒哒哒，你全部都用很急的，每一句都这样，只有一个好一点，哎，那个事情，这一句是对的了，其他全部你能不能做到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分别的出来，哎，那个事情跟哎，那个事情的不同，所有这种细节要接起来的地方，你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地方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的这种东西，你要记得把它定在一个位置上，你不可以一直往前冲。因为很快的节奏的东西，字又很碎的时候，你如果让你的声音一直出去，你就会来不及，就会形成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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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不知道去到哪里去。如果你都停在这里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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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再出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再出来，这样的话，你会让那几个字变得漂亮又轻巧，又不会一直往前冲到最后，我们不晓得你要继续去哪里。对，然后你下一句又继续这样，是不是我们就会整个好像被你一整片这样压倒过来？所以你唱歌一定要有点、有线、有面。好，我常常在说这个事情。那所以我觉得这整首歌，你再去安静的听一下、琢磨一下，自己好好放松。你安静完以后再唱这首歌，我觉得会不一样。然后你多让自己听一些比较缓的东西。哒哒哒哒 jazz 的东西或者蓝调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但是你多听它，它可以帮助你在节奏上有很大的进步。附点其实是很难唱的，如果很快速的附点就更难唱，不是一直往前冲，就是你来不及，就是你的附点是不到位置上的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进步。那再来就是转 key 的地方，我就不多说。好。还不够精准，这就是练得不够熟。我自己也一样，当我在台上，我觉得不是我的歌，我练得不够熟，我就会怕。当我怕，我就唱不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很没有任何可以解释。喉头就锁起来了。对，喉头就锁起来了。对我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应该都这样，不够熟就是会这样。再来就是那个破音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即使破音都上去了。好，那个只有那个哦。第一个字差了一点，后面都还可以，但是可以练得更好一点点。好，那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有勇气。这首歌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够松。好，只要这个放松，跟你回去多一点点，让自己缓下来，再来唱这首歌。有时候不一定快歌，你一定要这样，在很嗨的情绪之下去唱。好，你可能会找到不同的东西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少宇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，我觉得你的声线是我很羡慕，就会听你讲话很疗愈。所以，当我在思考，如果你唱这首歌的话，感觉会是另外一个你的样子的歌，所以我其实对你很有期待，这样。对。可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太难了，对，有时候我觉得，当我们去突破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毕竟这是比赛。对，所以其实如果当中还是有一些小瑕疵的话，它不免还是会被扣到一些分数。但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气馁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突破性的东西，你要慢慢一直持续突破，最后它就会变成你的新的领域的声音，它会变成一个你的新的可以去尝试的歌路这样子。对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好，叶老师。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跟你沟通一下哈。我们不讲这些歌，也不讲说，我觉得对一个有天分的歌手来说，来干部就是说，希望你在唱每一首歌之前，要先沉淀一下。你说要学了一首歌，我总是觉得，我评过你那么多次，我总是觉得，你就离那个完美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大摆哈，就冲国嘎，就是声音也很棒，各方面都很棒。可是他就是不熟，就感觉你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一个产品就丢出来。可是他本身的本质是很高的。来讲我就是这样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你天分好，
所以你本身表演的机会经验也多，所以对你来讲表演是很轻松的事情。可是它不是，唱歌跟表演是两码事。唱歌尤其是难就难在说这里面有太多美美嘎嘎。我觉得如果你针对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那个吉娜这首歌，其实如果你仔细去听，你会发现你今天少做了很多事情，那就是你不够细心的去沉淀。因为我的感觉是我必须要给你一个意见，就是真的，以后你学每一首歌，学完了以后，你再静静的等5分钟以后，再回头去听，拿你的，现在很方便嘛，录下来，自己录下来，然后再拿回来再去听，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你少做了哪一些东西。这个工作你一定要做，那下次你做完了以后，一定会进步很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真的很久没有这样老师这样连续3个这样建议。对啊，来上课。国立老师本来也想建议，他就是听了国立老师的建议。补充，来，要说，没有太大的功，没有，我本少于一个很大的鼓励哈，所以讲。其实你是一个璞玉啦，你真的是一个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的璞玉啦，就认定自己告诉你自己我可以。那一个重点是绝对要做到，就像嘉修老师讲的，歌一定要熟才能把优点发挥出来嘛。我知道是因为不熟的关系，那不熟怎么办？练嘛，拨时间出来练，把它歌，你只要把每一首歌都练熟，我相信你会是一块不只是玉哦，钻石哦，加油！哇，厉害！好。我们来看这一块玉还是钻石，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分？欢迎哈利修一个分数。来，哎呦，还不错啊！可以留下来。上到这个要学习啊，上他讲越有人冲来搞有本松走嘞。他刚在台下的时候不会有我害他吧？因为真的很好听，所以真的吃到表演了以后，你是真的公司采访，因为太部分的人我想要同来冲共用的方式，他们会想要跟我用一样的方式唱上去，但是你选择了你自己的方式，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。你还亲力会提供他保留。我欣赏讲的每一抽正经把歌练熟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次。两种各位迎宾来乐团鼓手跟乐团的那种听乐团的音乐，这个 grooving 也是很重要。对啊 ，OK， 这边听，好是吗 ？OK， 恭喜谢谢。做了聊了，他信啊！你叫这什么沙尔呀？没有懂电影讲哦。然后古球艇他来发挥嘞。我们的打不死的蟑螂了。相爱去看风花，叹是少了，偏爱看风花。对你的思念随风，一层一层吹向天空。你又躺到。算命拍球面，你讲假话，你爱识亏三年困风暴，你爱放下心中的牵挂，爱好为一家一沙全无卡，对你的思念来下简单的地方，就像会铺满天上的头发。松树本来变成通花，爱上爱依然永恒，对你的牵挂。爱总算明白去年你讲的话，你爱是快3年困通花。爱放下心中的牵挂，爱好为一家一沙全无怕，
对你的思念乃是简单的地方，就像是铺满地上的童话。梦应该松树困爱见面困童话，爱上爱语言并不对你的牵挂。做得嘛，做得嘛，做得嘛，两位主持人好，紧张啊！你自己知道做得吗？做得吗？做得，啊，冇問題哦。有信心嗎？唔對，啊，唔對啊！根本也係蟑螂呀，壁虎。咱希望係壁虎。壁虎啊，娘的，唔乜嘢。壁虎沒牛牛嗎？哎呀，壁虎。壁虎。哎，欣賞優秀啊，係冇？優秀啊，很高清些小朋友哦。對啊，因為課語認證老師啊，其實一直往下扎根。哎，一些用蠻高。該107年的時間，該課委會就是又委託該台師大哈，辦理個幼幼闖通關。嘿，從小扎根，從4足歲開始哈，到學齡前。7歲都就是入國小入學前，就是幼兒園的小朋友。未教，就是必須考試。考試。嘿，按照幼幼闖通關課語，幼幼闖通關。哦，幾條用蠻考？用該搞遊戲啊，5關，總共有5關。嘿，從向下扎根。就像個抓周嗰種感覺嚇，同講豬肉去前啲，拿豬肉啊用咩嘢？又該教具。哦，還有教具，還有有聽力，還有說，嘿。我聽說讀寫都有就沒有寫沒有，就口說跟聽力這樣子。跟一張圖拿出來哈，安子比如說係烏雲天哈，開始嚟講，因為天信仰版就是口說，他就看到看到個烏雲天，還開始講烏雲天。哦，然後講客，佢講按作手一個圖嘛，金融班嘅唔送上，其實講作手。哦，對，那5關通過的話，哈，就蓋章就領獎品。對。有很多小孩子去報名嘛？每一個園所，大家幼兒園，都叫在園認證。哦，先認證好。OK 的再去。幼兒園在幼兒園對舉辦，和課委會就會派那啲檢定人員去在園。哦，在園認證，1關2位檢定人員，然後共5關。哦，那他們就每天學校在學那個5個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有咩好多5隻啊？對，係嘛？50就係50啊，就會記得50。慢慢嚟哈，慢慢嚟沉浸式教學嘛。對，係嘛？哦，從細就開始啊，用。對，按認證，幼幼班冇簡單。係啊，哇，這很有心呢。係啊，從出嚟哈，從出嚟哈，來。各位先生來聽一下。先生好，你好。秋婷，我想先問你一件事情，就講你今日怎麼會想要選耶穌歌曲來比賽？原因係乜嘢？我當就是喜歡呢條歌啦，所以我想挑戰。你唱耶穌歌曲的版本係哪一個版本？唐豆妹的版本。唐豆就黃宇堅的版本。係 YouTube 也還是他的專輯？在 YouTube 影片哦。對。好，T 哈，你個嗓音冇問題。你唱過一次了，就是一個我心目中的這個優等生。你很認真的把唱歌這件事情做好，然後也就是很會發揮你自己聲音的特色。我剛才我想問講，做乜解因為我選耶穌歌曲，所以因為講耶穌歌曲的編曲其實一開始我的編曲係抒情版本，後來我那種英式搖滾的版本大家覺得比較喜歡，所以就用了這個版本。我想我人講就是講，你唱耶穌歌曲，你個嗓音到耶穌歌曲本身的編曲有一啲啲的差異性。你的聲音很好聽，但是這首歌的編曲個編曲呢，你的情緒掌控沒有那麼到位。好，搖滾有搖滾的唱法哈，你唱傳統的歌曲可能你很能駕輕就熟啊。我們比賽哈，一定要記得一個重點，喜歡的歌是一回事，能夠發揮的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按你給來比賽，你就要把自己的優點拿出來。
你当然是意思嘛，我冇讲你今天唱了唔好，只是讲你今天选歌有那么一点点味道不是很对，再加上你今天定 key 好像有点低了。你自己定的 key 吗？还是老师帮你定的 key？ 我自己定的。你自己定的 key， 这个不是原唱的 key 哦。对。你比原唱 key 低了一个音，对不对？或者是2个音？是哈。2个音了哈。对啊，听出来就知道了。是2个半还是2个音？2个半音呐，就是一个全音呐，一个全音。对对对。其实你如果今天在设定这首歌的 key 再高一个音，高一个半音的话，可能因为较好一些嘞，会比较把那种爆发力发挥出来。我唔知啦，我的想是我的猜想了哈。虽然今日本的建议就讲，假使下一拜很有机会的话，宪哥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好，然后有可能的话，尽量学习一下定 key， 帮自己定 key 这个事情，对你比赛来讲会有多多加分的帮助哦，好吗？谢谢，加油。西蒙先生，我想给你一个建议。其实我刚才就是跟国立老师说，一定要提醒你升半 key， 因为你的高音其实是漂亮的，是漂亮的，你不要害怕。因为人家说国 Q 的副歌它都比较偏低，但是老师写的非常好，因为它虽然是只有平的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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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都在这里，可是你注意它的尾音。公发、统发、欠瓜，对不对？沃卡，请问这几个字的声调是在哪里？高的，都是高的。公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虽然它的整个音是平的，可是公发、给发都在上面哦，统发也在上面哦，欠瓜还在上面哦，沃卡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平稳的过程当中，在最后一个字把它发挥漂亮？你刚才很可惜，发全部是平的，统发平的，差很多吧？甜瓜跟甜瓜是不是差很多？vô卡跟vô卡是不是差很多？所以你就算在这个 key 里面比较低，你可以让每一个最后一个字漂亮的让它提上去。听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好，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去了解这个歌词，老师写的这么漂亮，最后一个字全部都是往上飞的。虽然它的旋律是这样，但是是往上飞的。怎样去掌握到这个最漂亮的这个共鸣，这就很重要了。好，先生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哇，这个蟑螂会被拖鞋打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某一天啊，哎呀，看分数嘛，看分数嘛。好，来分数看一下古球婷的分数。很厉害，老师们真的是63分，对，老师们还是很有良心的。继续当壁虎，继续当壁虎。希望好的声音要把它留下来啊！真的。什么球顶机？定 key 啊哈！这个我们主持这个节目，真的回去都要去收金的。真的嘞，要学习，真的，讲都要用。好了，杀了，杀了字法，带来统发路。来，弹了。来唱一下《千里之外》好吗？来唱一下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你刚声音是很像，动作有点不太像。对啊，动作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是文明。这样带好了，就是动作很像，声音不像，把那一段剪掉，好不好？还要做成片头啊！将开在半空中，迎面吹来绵绵嘅风，任是葉淚飄落嘅
山，穷下行过一条路，一条路。天地才花开世界，行过一条路，苏杭嘅花蕊田田，风啊跳舞，老二穷下牵手，行过嘅一条路，对爱有甜甜的感觉，才心度。天地才花落世界，行过一条路。落花嘅金线悠扬啊，唱路线，理想嘅岁月已经过了很多年，今夜写嘅画面，爱还记得。一条通花路啊，一条通花路，有真情的声音，还有幸福的脚步。怎么不放水啊？那没意思的，你要小心。哎，你俩两个，我们两个主持人会请了哎。表现到一号，我还是要认真唱。表现到一号。哎，用就抽嘞，强强相争，我们喜欢，哎，你喜欢。但节目当然有好看度，嘿啊。是啊，那条歌咩？康雷老师。康雷老师。哦，康雷大哥。很优美的一条歌哎。我到队。啊 U 队，啊前队，啊 U 队，哎，有个先锋队。哦，其實別講，有第一擺我聽到一首歌曲嘅時節，我係懂有感覺。哎呦，真是，因為我冇聽過按你風曲風啊，黑歌嘅。哦，第一擺聽到按你，真是。真的嗎？真的哦，真是。很優美的這種曲風。把燈關下，剛剛那條一樣。把燈關上。把燈關上。上下不分啊，四位羅大哥。我都把它關下呢。對不起。你家開關是往下，是不是？好啦。哦，所以唔接觸嘅客家歌曲，全部都較屬於傳統派嘅，啊冇都投入多嘅。哦，投入多，投入多，恰蹦恰，哦，有乜嘅歌？安尼客家有乜嘅歌投入多嘅？應該多吧？啊，應該會多吧？有嘛？有乜投入多嘅歌？童年夢真真假假，少年盼情無價。春夏秋冬費思索。你厲害！你唱一下《千里之外》好嗎？來彈一下。我送等下起個音好不好？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，你無聲黑白。我沉默年代或許不該，太遙遠的相愛。送你離開天涯之外，你是否還在？情深何來，生死難猜，用一生去等待。小哥風範以前嘛，有人去廣州的橋林俊逸，以後林俊逸又太貴，做得起。
你刚声音是很像，动作有点不太像。对啊，动作他那个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很文明。看人要，怎样带好？就是动作很像，声音不像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有呢。我声音没开，老了呢，破掉了，对啊。比萨克王吗？哎，把那一段剪掉，好不好？还要做成片头啊，精彩预告。好啦，真的很厉害，很棒，真的很优秀。哎，客家黑场演全部真的非常优秀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来，我从小就向伊很欣赏。咁樣嘅同多年沖呢首歌曲係講到咧。我為什麼要說嚇到？因為我覺得很好聽。對，然後因為我其實，在上禮拜也有聽過你唱，我覺得就是今天聽，我覺得真的是一個享受。然後因為你說你對呢首歌曲暗有感覺，對我懂你說的那個感覺，因為你今天完全不一樣，而且它的每一句甚至每一個字都有細節，然後他在唱的時候，例如說他在唱甜甜的感覺那句，哇，就甜甜的感覺，對，沒錯，對，這也是康磊老師教我的。對，教你說一定要刻意去，對，手把手的教你。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，好多細節，然後聲線，尤其是聲音的表情，我覺得聽完這首歌，我覺得啊，這是你的歌吧？哎呦，有打到你啊！對，有打到我。然後因為有沒有愛上他？嗓音没有，就是表演，表演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也很少听这种类型的歌曲，所以其实我在听的当下觉得哇，很磅礴。哎，他可以把传统的一些东西可以表现的不一样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声音，反而没有那么像小歌的感觉，就是你的声音，对。所以我觉得 Justin 你要小心了，就只能说。我很喜欢你这次演出的整个表情。那如果要在里面真的要挑一点点的小问题，我觉得是跟上礼拜一样的问题，就是有时候你会稍微有一点快，有一点 rush，对，太早的出来，对，所以你再慢一点点，你就会跟后面的那个乐队是合在一起，就会更好这样子。好，对，多加欣赏。好。我看本书了哈，好看本书。欣赏，啊是谁？看一下字法嘅本书。老师们，你真的要害我回去收金了哎！大家冇一聽啊，上個禮拜嘅賈斯汀97.5分，也97分。我真係上禮拜多吧？上禮拜97.5分，係冇？唔記得，佢哋阿媽都唔記得，喺度97.5。不要記得也好，好好的，好好的唱，好了，OK，加油！哎，下一個10度衛冕者應該就是你。對啊，好，加油了哈，盡力就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安子多加，謝謝。好了，好，子華他會覺得好像真的呢。他好像會覺得好像是他的錯這樣。哦，真的哦，敢唔會啦，唔會啦。賈斯汀嗰個高管啊，來加油啊！加！賈斯汀帶來風路拍，好，嘅心願無安樂到天光，大嘅心情又驚又歡喜，頭也無酸。閃閃，天色漸漸明亮，天公遐，奈我離開也嘅家，一條路拍，黑暗的錯腳是東高嘅路拍，當然也條風路拍，你無。天美已桑桑，其實漸漸
渐接近，天空遐，我应该会甲骗你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一步一步离开难嘅过去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看到阿妹嘅身影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一步一步航向难嘅将来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家己嘅爱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一步一步离开难嘅过去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来看到阿妹嘅身影。风落拍动连跳来来，一步一步航向难嘅将来。风落拍动。到底几时？谢谢。哇 ，Justin， 我比你还紧张。哎呀，来，麦克风，我比你还紧张哎，真的。没有我，你在弹乌克丽丽，唱到一半就发现麦克风我没有拉得够高，有点。哦，还有。哦，有点 QQ 了。还好。唔會，唐一了以後。有衝出來就。哦，有衝出來就走得了，係啊，以後。有係啊，幾條歌又唱到冇唔記得歌詞，冇乜嘅問題，冇乜太問題，應該就。吃到表現都以後啊。以後啊，有嗰種。加上他彈。烏克麗麗，你為什麼背帶把都很短？不是因為背帶好短，這好像烏克麗麗在彈哦。因為我搞家鄉嘅吉他手就係鄉村音樂嘛。哦 ，country 傳統的。哦，朋克張威第兩片。對。rock and roll 朋克到膝蓋那個。朋克第對，然後。country 第啊。對。好難怪，所以是要關西啦，關西。我聽他在討論過，他背起來好像烏克麗麗，在那邊團刷的，這樣感覺比較舒服。我自己太低了，感覺那個手要。而且因為最後一集了，最後一關了，他這樣抱着也感覺比較安全感。真的哦。對。不會緊張嗎？你會緊張嗎？我覺得會。不會，他不緊張，我就不緊張。真的哈。乖。他是你的 brother，your bro， 我的寶貝。哦，你 baby，他是母的，但我母的，他是木頭做的。對啊，沒有啊，今日看見的表情，講真的沒有那麼自然。真的他很緊張，都笑吧，一定會在意啊。我挑戰親密關咧，係冇？條件有一隻96分咧，有數字的錢，不是，開玩笑，厲害子，厲害啦，哈！他們真的每一位都很厲害，真的，你看我們這個流行歌曲組現在水平真的是好高，真的嘞，今後啊，那打擂台歌唱比賽真的不開玩笑，真的是沒有在開玩笑，開玩笑的話，2年就掛掉了，我們做了20幾年了，哎呀，21年嘅時間咧，係冇哈？真的，你們做的不簡單咧，你們來，我們來面對現實。哦，來，嘉修老師啊 ，Justin， 哎，先生好，你剛剛有沒有緊張？我是不知道了，但是我覺得我們比較放心是，如果你離開了以後，還是有人接班就對了，因為後面接班那還不錯，對，還不錯這樣子，他們都很強。對，那個，但是我覺得Justin今天的演出實在真的不錯哦，因為羅老師的歌本來就不是很好唱，那在你剛剛在 test 的時候只唱前半段，我就開始擔心說，只有這樣的話，要拿最後要拿衛冕冠軍比較難哦，就問一下羅老師後面。還有沒有什麼很精彩？有，我剛剛有偷看到了。有看到，有討論係嗎？啊，不過說真的，我覺得你今天的演出其實應該算是很好。
本来我一直觉得说，今天想要给你个满分的感觉，但是确实今天是稍微有点过分紧张了。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很高，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很紧张，所以你比较拘束。我的想象当中，因为你在唱这个歌，然后那个乐队一下那个 distortion 啊什么东西都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想象是你一到后面那个那个到最后，你会把它唱到声嘶力竭，把你那个本来在表演的那个他有啊，他有这个面啊，但是他没有做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原来刚刚我分数打完，然后你才说那个麦克风太低了，所以你的嗓子破不了的哈，就是有一点还好啦，还好。对，然后我当然是帮你找点理由了哈。谢谢。不，确实就是说，在这个部分，我的感觉，我想罗老师的感觉应该跟我一样哈，就是唱了几遍这个把这个副歌，其实它是一个渐进，都是很强烈的在表达一种情感，对不对？到最后那个都得给水之前哈，当然你在慢的那个部分的表达，我特别喜欢，因为老实讲哦，不要讲说老外，就是我们一般客家人在唱这些歌曲，在讲故事的时候，因为罗老师的作品里面最特别的就是那种讲故事的感觉，那个语气，因为他词曲的结合很好，那你把它做出来了，我就很佩服了啊，因为我觉得恐怕也很少人，包括我们一般的客家人来比赛的歌手，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真的不容易哦。那到高一那个部分再强求你哦，我觉得你做得到，但是在马上要得10冠卫冕的人保留一点，好像也是对的了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有机会请你再重新来表演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。对，让你用破声的这样，把你那个。就很有压迫感的那个感觉，表现出来，让罗老师也爽一下，这样。好，那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来，来唱目前的青狗。自发来，自发了都不错。自发来，李慧子，李慧子，哦，好，来，要再看一下咯。看下来看贾斯汀的分数。哎呀，帅哥美女好，厉害！帅哥美女很翻面的嘛。对啊，因为我看他太帅了，所以就帅哥。看下来看贾斯汀的分数。恭喜贾斯汀！哇，恭喜！哎呀，多谢安尼子华回座休息哈，谢谢。来，你先把这个母的给我好不好？哈，我们把吉他拿下来。木头不按一下，来，我要结束。等一下，还忙了。等一下，你要拿钱呐，你过关了有钱呐。拿奖，对不对？先抢你个费先生，颁发奖抽一抽，恭喜贾斯汀。来抢 ，Andy 嘅家属先生冲进来咧，奖金3万元，恭喜！好，恭喜！来，谢谢。好，石梦先生，来，那他钱我帮你收着哈。这一路走来应该不简单哈，不容易。来讲一下你的感想。好 ，OK。表演到以后，我先来讲好嘞，我的感想。那知道哈，因为从进来以后，你给舞台哦，它真的是有一个激励，起了很大的化学反应。那知道很暗用，同其他的同学啦，你都应该说那同学嘛，对不对？有一种砥砺的精神，互相的鼓励。对，黑毛，它已经不像一个比赛了，是一起成长的成长营，很没有个感觉。没有错，对，应该是说我没有想到会到现在。
我原本的计划就想说来个几次好玩，然后就因为我对我歌声是没有一个自信啊，歌声有，然后因为我是鼓手嘛，我很习惯躲在后面了。哦，真的哦，看不出来。这一次真的是一个非常表演欲很强啊。我大概1年前就看到节目在 YouTube 上，然后看到我就超想要参与，我就想各种办法，然后一直传影片给我经纪人给本节目啊，然后后来找到大牛哥的一个好像是我以前的经纪人的谁啊，认识你还是？我也一直传影片，一直传影片，一直学客家歌，然后终于有机会是可以来参与，然后我们节目这么拽。没有，就以前是很就是认真的，很想要参与这个节目，然后我以为只是短暂而已，我没有想到会半年时间。然后练到现在，然后必须说过程，整个过程是几乎每一个参赛者，你们就像朋友一样，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我们在 PK， 我们在闹热打擂台是跟自己 PK， 挑战起岗，在挑战起岗，然后我觉得也要感谢所有的评审们，你们所有跟我讲的话，我都有放在心上，都有带回家，都有做梦。不是噩梦，我噩梦是别的事情啦。对，你们是好梦啦，美梦。然后主持人台上台下，不管我们唱对唱错，你们都是一直在鼓励我们，一直在支持我们。就大家都是一个 family， 连剧组就大家很温暖。就我没有想到那热大擂台会变成我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。我真的没有想过了。然后也希望各位观众，你有心，你想要唱歌，你有声音想要被听见，你就来参与。来0966，浪66667浪6浪，报一下。0975，不要打电话给我，那个剪掉了，那是我电话了。对，不过讲真的，第一摆个经纪，给一个演社经纪人，记东西本来是这样，谈到哎呦，Justin，唔是在上通告给他 Justin， 然后叫我唱客家歌，我唱到不差，以后啊，练习客家歌。我可以用是第一个主持个今晚开战吧，是这样，因为多多记嘛。给我我想要去你节目参加比赛，我说好啊，来玩啊。我只是想说来玩，我又想我一个人来参加客家天使的比赛，可能要搞啊听听。没想到你看，经验值呢。一搭跳歌的练习都很用。我相信对佢来讲，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压力跟挑战。佢来到以后，你看激励了我们所有的参赛朋友，化学反应真的很大。大家真的就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，一个很温暖的家庭，一个朋友一样。对啊，那最后你们也来抱一下。一定要了。学长毕业了，学长毕业了。来。那个钟欣如就不用了哈，因为你不认识你。要来，一起抱一下。儿子啊，已经儿子啊。这是老婆吗？来，女儿。来，邻居阿姨抱一下。邻居阿姨要抱一下。邻居阿姨抱一下。城里首富庙公抱一下。真的，你太屌了，真的，太棒了，真的。你真跟抖音整个吃都一感通呢。真的佩服，真的要感谢大家，是梦太嘎。你面对你自己，你挑战你自己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。你看，外国人都可以的，我们去搞客家人，有嘛做唔得，对吧？没错。来，最后。几位。欢迎恭喜你的贾斯汀登上卫冕战宝贝！恭喜贾斯汀登上卫冕战宝座！请请各位关注，恭喜贾斯汀！也来到传统组位，宝贝争霸赛，目前的卫冕战6冠的林克勇，6冠斩6将，哎呦不得了呢，已经哇那不到底啊，已经六冠了，厉害。好了，今日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，但之前来过我哋节目比赛过了，係啦，好，等下好访问下嚟，来，我介绍下评审先生，好，欢迎。车启贵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
林赞一先生、曾明珠先生，是不是先生好？系咯，吼，先生介绍睇咯，马上我去进行比赛啦，哈，好来，TV 来自新竹宝山彩玉桥带来平板，来，等我啦。哎呦，帅哥好，哎呀，帅哥美女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帅哥美女很分明的嘛。哎，对。对啊。因为我看到你太帅了，所以就帅哥。我讲帅了。用版不是那个帅，是帅哥的帅。帅哥的帅。帅哥。啊，美女。美女，哎，真的哈。今天很高兴，又再度返头来，回来，也是唱得不好，抱歉。不会啦，不会啊，人家唱得懂好啊，懂好啊。会紧张是吗？人家有唱唔出歌词啊？不会紧张。没有不对，但是会卡到。卡到，因为冇弹冇出来咧。有。係啊，有啊。幾次都有啦。唔嚟600你嘛？200多拜了。莫講咁多，600。應該被減少哦。等下，我粉絲我用講，跟傅鳳儀先生來一派，跟1600，跟嚴杰雄老師按摩，我來音控，我冇辦法。我錄音教練啲。唔係啦，我動作水咯。我個節目吼，94歲還來變。真係啊，我寫了到94歲冇咯。你廿幾多歲？我坦白講，我76歲咯。76歲很有傷啦。還好。我是我左邊咯，海軍陸戰隊哦。海軍陸戰隊哦。海軍陸上帥哦。海軍陸上帥。真的海軍。阿姨很會鋪梗哦。哎，就是我兒子的朋友說海軍陸上帥，不用緊張。耐操、耐磨、耐練。真的哦。你看你磨到現在。平常時主持人係嘛？沒有，我磨到現在還在磨。我跟各位觀眾大家講啊，在這裡問候大家，很高興啊。我班上我第二老。你班上第二老。我學最多年的。第一老的幾歲？第一鳥的78歲。78歲哦，哎呦，第一秒就出來了。還有楊寶儀，我的愛心理事長。梁寶儀，報山葉片哦。歡迎大家不棄嫌，可以到我們的楊寶儀愛心理事長，他的菜園都是愛心菜，希望大家不要棄嫌，不要客氣。唔值錢啊，迄雜菜唔值錢。不用，每次都送。哇，哦。他有50錢，1 kg 嘛，50，10 kg 嘛，50。不用。很適合去做直播。對啊，直播帶貨哈。你在家買東西。賣海鮮嘿。厲害哦。我沒賣了。
没卖了，退休了。退休了哈，根本不能买嘛个。我是开餐厅的，开客家菜的。哦，难怪。唐先生，那唐先生公平，谢谢。皮哥先生有请。好来，今日要叫自己帶來平板，他媽講起一種強運，今日唱得相當好，相當好。也係強運一首年去唱嘅，哦，因講嘅鋼人唱出鋼人強嘛，鋼人強運冇相干，哦，佢事業有牛爭，不過嗬有一系列問題要同講一下哦。你是讓我來。唔怕了一番啊！一到位有地位，有幫無上。謝謝。冇幫上，其他來講，佢後輩三節就唱得相當好，所以我基本也本意一傾天嘅分數。嚇，以後自家督導嘅演嘅時間就要注意，嚇雕過演時間。佢啲較絕對會來，相信贏成績一定會當好。新夢加油啊！先生嘅新夢先生，先生指正。看贏分數咯，好嘛？看分數，好嘛？看分數啦，好嘛？哈，來，看一下蔡佑杰嘅分數。淘汰嗎？你想我本人淘汰嗎？想我留下來啊，再。唔精彩啊！唔好啦，再個教下你啦。救生衣本還要做得啦，救生衣本要留下來幾筆啦。係啊。記得喺nhà來無？係滿字。nhà來做企量來看一下嘛。你做企量。不夠高。哦，你們家都是小人國哈。人小志氣高啊！要算清國呀？咩？要做水洗隻。水洗隻哦，還有比較國呀。滿字。還有介紹你按國呀。哎呦，真的哦。我跟你念一下，教我們沒講啊。沒尊重啊。沒尊重。好啦，是嗎？先做邊當錯。我嚟同佢講哦。哎呦，下禮拜真係好會講下嚟啊。下禮拜我冇來本主持，好嗎？來，先做邊當錯。什麼叫自己哈？要對下。係啊，都成年人係啊。佢講對形象誒。我同人客啲拿咧啊。係啊。人客。佢唱主持人咁樣係啊。就按照講法語講講幹話。一般的，厲害。來。好，撒下來，呼風氣，帶來平板。好嚟，彈啦。好，16敗，幾張6敗，天還好啦，係啊，小 case，小 case 啦，有開進步冇？有，你因為進步啊？係啊，
你看无进步，有可能留到呀。无进步做都俾人打退了。係啊，我輪椅失敗咯。係咪？冇啦，是一擺之後誒，一擺出接之可能。高關啊嘛。變到錯位免在過位啊。冇愛夾啦，嚇，冇愛夾，還有機會慢慢的來。慢慢的來啦，係啦，慢慢的衝。其實你初上去失敗同腳都專業啊。係啊。你個是唱緊呢，有冇上葉天橋啊？有冇？從以前比到也4年人呢？比較呢4年人是個知名度一台，你嘛？真的，他敢看4年啊？唔是嘅踢掉嘛11度了啊？還好，帶100了，你100你係啊？100就拉了呀，冇一個多百。對，係啊。從法連高來。有效，非常有效，還有非常實不用。客家人就冇得呢。客家人嘅樣。自從係腳骨挫傷之後，不用就從到他個負傷啦。負傷。係啊，佢對我也真好啦。我出來我先感謝佢啊。感恩佢對我做一切。係啊，對我生意呢，自細學到大，做生意也做研究咧。辛苦。而且佢講一句我愛你。佢冇在現場嘛？冇。佢冇在現場。哦，我看電視。那數比下，比下手指愛心。愛你啊！愛你啊！愛你啊！冇啦。人家是冇拉胎啦，你看冇啦。人家哦，沒有，他拇指比較短的。比較短啊，你數字他重就看得出來嘛。啊，我數冇難睇啦。心意有到就好了。對，小姑娘真係。以後。哦，叫我付一生人啊！付太太有看到啦哈。愛你啊！播出的時候佢冇看得到。一定看得到。好了，從實嚟搶求下欣賞嚟講哈。個三條事情簡單，愛你，就好了嘛。按寫咋？比較重視一咋。還有請對一下。我愛你呀，你愛我。像個兩公婆嘅條歌嘅。夫妻當恩愛哈，有你莫做最必須。你事業性輸贏，還有電視機散落清楚明是非，你輸贏嘅時節又很硬調，所以我建議本業莫，你起莫按過，你啊唔係比人哋後生嘅時節，人腳創起來，創出來較好，我創按過你會扮鬼，硬腳。好，你本人就建議好嘛？加油！咁以後啊，要揾客家嘢精神。哎呀，創唔使甜嘛，自家嘅氣嘛，係嘛？嚟，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一下傅鳳琪嘅分數。好嘞。好，有分數應該做得。留下來冇問題嘅哦。恭喜嚇，睇到恭喜啦！謝謝。聽見是很好，很好衝散過後。腳硬嘅，好衝就要用嚟係一種復健呐，係冇？衝過對身體好。身體好，真係。好嘞，撒下來。撒落係城裡面帶來三個字。嚟，彈我啦。山歌唱出前兩十有講嘅旁條，後面講嘅無腔啊，講童謠。就係從細談到嘅嘛，北風北河嘛，係啊。無自己無自我，是一隻長頸鵝，雙橋棍磨，下橋棍磨，實猜住。做嘛，會不會就冇上？第一週我們就播出嘛，他自己消音。
拜个。李曼先生，双礼拜哈，双礼拜也法莲向前呐，念天桥啊，係啊，見半記分樣本，係啊，唔見本嘢，差唔多，氣條街氣唔對，唔對嚇，即係啲嚇，啊，照出去要照準啦，要照出去，啊，你咩厲害啊？要厲害啊！氣頭嚟氣不對，哦，有可能木下嘅唱法嚟嘛，幾十級嘅，就可能有咧咧背嘅咧背嘅，平常時哎呀，你都跟你有嘛休閒娛樂嘛，推球啊，好搞嘛，喜歡下棋啊，哦，搞棋子，打棋子，下那個象棋，有時象嘅，棋盤啊，嗰種，棋盤咧，哦，幾厲害哦，係啊。哦，由於冇同嘅呢，林先生，向下嚟教育，出嚟，上嚟復一下，咁咪厲害。簽標呢，然後買棋盤，還要買書，要乜嘅呢？還要參加比賽呢？係啊，跟要贏贏過嘛？以前有比賽有嘛哈？我舉辦咩比賽？低段組的啦，低段組第3名啦，低段組。低段。我們有高段組跟低段組。哦，做本量組。我們算低段組的。哦。本量組點點？高段。高段組的很高，很強。哦，厲害啊！哦喲。奇怪，真的我特別細細的時節啦，咩都係同一個。咩要教嘅？隔壁一個雕刻師傅，哎呀，細細我哋教嘛。教其實。一樣嘅教都唔一樣。其實很厲害，就當厲害。下棋要看棋譜啦。哦。要棋譜。要看棋譜，以前都是靠棋譜嘛，而家唔是的啦。現在就網絡很發達。哦。就看網絡就看得到，看得到咧。哦。所以就唔是這樣嘅。唔要講哦。隨便教一樣。唔是像跳過，像跳過一樣哈。大半賣批啊，賣點然後一個。拜到轉那樣呢，比較麻煩啦。你要網絡可以回去啊，所以再挽回再看他之前怎麼下，比較方便。說的點都轉一寬，方便啦。我用白哈的邊走邊看啊，哦，我行棋嘅人全部懂厲害，懂厲害。好來，從這裡啊，從這裡來，請展翼欣賞。係啦，林老師，林老師。因為哈頭下呢，村里面，哈，都我哋會研究啦，哈，因為客家話咧都依度會念法，哈，村里面，那村里面，啊，面車飛鼓，啊，就是客家話言，另外我哋都沒有啲啲強調嘅講法係一樣哈，但是我唔止講，我哋就可能各位有各位嘅講法吧，哈，頭下我哋嚟談哈，唔似做嘢嘅看嘢嘅。衝強啊！嗰種嘅身體嘅方面嗬，架勢啦嗬，我都非常認真嘅嗰種嘅為了客家文化嗬。嗱，各位，我今日創咗成個嗬，我係客家人，我台北啊。但是咧，唔家創咗咧嗬，可見你唔係講動熟咯，但是一唔係講一樣對啲各位嗬，一樣係學個動叫嘅，哦，今日咁揼出來。我做鼓勵，也在勇氣啊！哈，他哈唔加創啊嗰啲成個字哈，你下想原神呀個高音啊，結果人跳嘅唔錯，所以但是你要當腔，一個個嚟進來，嚇都叫嚟，應該係創嘅跳嘅遇到嘅第二咩哈？比如降 A 調啦，降啊，讓係 A 調嘅話，原神。白了山啊，嚇，嗰種嘅唱腔，啊，唔聽話佢跳嘅嗬，可能乜都低調左右嗬，幾方面咧，嚇，所以個人嘅調嘅高音卡嗬，就無法度調。人生嘅白那山啊，但是歸屬嘅看起來嗬，還算一整個有做了雙子行。哦，所以我哋講咧，在啲研究嘅過後嗬，真係今日嗬，東南的從法典過來片嗬，有個衝強了嘅話，我哋就做本地嚟，要用咗加油嘅方式，哦，什麼進步嚇？謝謝，阿師傅，所以留下來自己睇，留下來啊，哎呦，歡迎下彭叔，好來，歡迎下陳里面嘅彭叔，好嘞，哎呀，係哦。
礼拜又有个呢柠檬汁可以。可以 Q 咪嘛，百香果。哦啊，恭喜哦，恭喜你啊！也可以哈。谢谢。好嘞。哎，稍嚟入手球打嚟平白。好来，谈完了。这个酷琴飘扬哎，我从不懂吹歌哎，也练嘛，你怎么带着读的呢？安尼，读啊。你睇唔記得拿起來係嘛？沒有，頭擺中藥出嚟拿。哦，中藥啊！天師大紅嘅畫面看唔到添。對啊，佢家講咧。係啦，都唔記得帶着練馬拔到後背，要看夢。講唱嗰個呢？龜仙人。七龍珠點會讀嘅龜仙？忍者龜啊！有一隻殺雞就出嚟啦，他有一個 cosplay。跟你的姿勢很專業，本太想看到人家練馬。對嘛？你冇。畫面當我看無。看無像我人家擺咧，拔到後背像我做乜嘅？我老豆記唔記得拿起來帶？哎呦，他忙退休咧，入太個倆在做。哦，你做咩啊？你做咩啊？哦，那你做乜嘅辦？我做紡織業啊。紡織業，哦，做布。做布料。起毛啊。起毛。刷毛。哦。刷毛，係毛刷係咪嘅？咩？刷毛。起毛磨毛就是你嘅衫褲啫嘛。底部都有嘅保暖嘅。係做毛嘅，所以就起毛然磨毛。哦，一條毛就刷體做出嚟呢？它是碳刷的，碳刷了。哦。磨出來是一點點啊，聽聽啊，它都油油啊。湯油，湯水啊，湯水，有重要的東西。係啊，啥款品質啊，看用放大鏡去看。哦，真係啊。哦，真看得到嘅人哋瑕疵。你布嘅全部就三角木啊，三角木你看看磨出來毛有潤毛有絨。哦，佢檢查品管就出嚟啦。啊，你啊做。它有啦，品牌的啦，品牌，有推廣嘅呢，對，UA 啦，Nike 嘅對位。哇，太牌呢？太公司，對。哦，你公司有上市上櫃嗎？冇。哦，相當於 OEM 嘅公司。是，我們的上游客戶這樣子。哦。你算下輩老人加工嘅。哦。跟要刷你練馬磨毛，我練馬磨。有一種嘅5月班嘅嘅中嘅嘅葉嘅。等一下，那頭頂嚟你咁衝咗出嚟，來，衝出嚟唱民族欣賞。好，葉小潮先生嗬，做生意啊，冇嗌講。
我做咧大插剧嚟唱喎，因為歌詞嘅關係，我講因為唔係表演嘛，嚇，嗰時其實是冇乜係有假到嘅啦，因為你看人佢攝影機翕出來，咪冇乜要見翕腳啦，嚇，韓國人哋帶啲嘛咪強壯啊，你冇轉向，嚇冇隻腰量，你係你冇法度。本來喺大插腳時，你副腳入去到時，就搖哦，就哦，其實冇需要假咁樣人嚟發錯啦。我講你行鋪行下去呢，嗰次我唔記得唱咁樣人啦，嗬。一般唱山歌平板啊，嗬，可能要用大潤來歌唱，嗬，然後歌潤大唱，你要做到個熱量，唔然唔可以唱今日唱嘅咁樣人按綁講。哦，到底是有下個人一啲的，你要注意哦，係咪你要用跳嘅方面，唔好講經常愛起個人，起個人落去你嘅起冇法度，因為你本身嘅條件，嚇，你嘅上嘅問題，嚇，所以你冇法度嚟到當正嘅個人，嚇，咁你所以注意咧，嚇，自家潛跳你要潛出來，唔然唔會成誤。好嘛？今日按多位先生全部親有良心，嗬，睇自家本書也做得，成功，好，繼續努力，好嘛？好，加油！其實看到呢條冤係啊，唔可以查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一下葉少潮嘅分數。係啊，九二俱樂部。一號9-2，加好加滿哦，子姐。係啊，係留下來啊，係啊，全部都留下來，一片祥和哈。係，等下做先拿起來啊，有冇綁到一杆骨？唔好啦，唔好。媽，你先帶咗。一係偷偷行過去。是可能用這位刀嗎？好啦，子姐。啊，什麼要帶給我？也可以哈，子姐。有啲人嘅關係啊，佢可能佢表演歌，係我偷偷啊帶領嘛，佢怎會有嗰種感覺，嗰種氛圍氣氛咧做咗啦。佢摩托係佢都感覺，唔會衝嘅，唔會有嗰種感覺。冇嗰種爬山嗰種感覺，衝山歌嘅感覺。係啊，好。係啊，係啊，沙來邊邊就林啟雄帶來《落山歌》。誒，彈下啦。山歌匆匆，迢迢行来，有心流。一天醒來，士農工商。太家蒼南，心川流。條心啦，
又见面呢。好来，笑话时间开始。今日无按上讲笑话。哦，3月你来，特别不爱听小歌没有。仲要前用习语讲个旁条。旁条。今日讲个无腔啊，讲童谣。童谣来客家文化轻重要的部分。还是讲三段下段来轻。大家从头讲来啦吼，条两係一種詩言，第三條開放嘅壁虎峨眉之氣啊！一講講，小隨郎，一講講小隨郎，騎匹馬過蓮塘，蓮塘背中叫吹，叫吹花結錢家，錢家門前一口塘。竹雞李馬不拆床，床雞流出嚟做小食，端嚟流嚟拖母娘。哎呀，厲害！一講講小隨娘，順嚟電橋嚟講，一講講到河東昂，下講無係拜龍王，龍王腳下一雷花，那本阿妹裝妹架。撞到每家燒下下，那第三條係壁虎峨眉嘅回風，日光光就河中江，江邊木河中竹，竹開花就河中掛，掛芒台摘來賣，賣到3千錢就學大面，面前團就學大轉，轉團接就學大鐵。鐵上路就學絲竹，竹為草就學刺橋，橋為牛學刺雕，雕為龜學刺龜，龜為拍就學刺沙，沙為梳就學刺鵝，鵝為叫就學刺牛，牛就竹條下就啱到一條爛冬瓜。住在3萬公，紅顏色了啥面皮孔，好，謝謝。哎呦，厲害，真係厲害厲害咧！這欣賞，這欣賞，有青島啦，青尾配呢，這個比較常見的咧。哦，真的厲害厲害。配球嘅嚇，我配球嘅。你愛配球？我配球。講係配數千腳。對啊。厲害呢。係啊，厲害哈。真的，一目十行呢，哦，真的。那你配狗屎是出於困難的。唔會啊。你愛配新的狗屎出於困難。狗屎70歲你嘛？73。我訓練7架。我訓練啊，但是眼看短期記憶我是可以。跟他講係練就下棋啊。嗯。今天還行棋，還沒行棋，還行棋。我要下圍棋啊，你要練記憶，要下完。你從頭到尾再復盤擺一遍，看你擺得順嗎？就這樣來練。哦，真的哦。練你的記憶。你是高段班的嗎？係啊，你是高段。下圍棋算高段的。哦。哇。厲害。頭擺沒有念過的啊，就係從細談到嘅嘛，北公北婆嘅嘛，係啊。莫自己莫自我，是一隻長頸鵝，雙橋棍磨，下橋棍磨，實在做。這嘛會不會就冇上啊？第一週我們就播出嘛，哈。自己消音。我來從這裡唱幾個欣賞公平哈。好，你林克雄先生哈，實在口才相當好，因為佢做過國文先生嘅，所以佢出口成章。不管唔係講笑話，也係念也嘅旁條。當到人物自己去填詞，就像條以前咩嘛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便當。對啊，特別細咩咁樣係，來個特別。你聽錯青島嘅吧？沒，因為還好啦，就是送嗰啲洗浴嘅有冇？送浴嘅啊，來幫人家浴台度嗰啲，我都阿上白。特別太太橋，特別來阿上白，白亮石，暗光裝，塞條閘，閘到前一班，搶人客，人客摔到按廁所，條警察，警察講怕，佢嘢唱兩種暗藏嘅要記嘅戲咯。一千唱嘅阿邊哥，錢多多，三川食棒棒子咯。拜啊！你記錯青島呢？聽落嚟奇怪。基本你也是會做
多两一团全部做我们的博主，这个是很好的教材啊，对吗？对啊，这个很好。哎，你个平常时代还无法给了，系嘛？对啊，无法给。好来，刚讲到一旁头的问题哈，也有多少口才，然后有他们嘢。美国我前菜2年就做得哈，好啦，佢哋喺成個比賽也嚟講到喺個嘅問題哈。哎呀，林克強先生佢哋帶入來嘅創業數路成個，實在坦白講，佢創個平平穩穩，嚇，個成績也相當好，但是呢，我佢哋要發覺到一點，你看場上嘅時間，迷運嘅時間，自家去愛運好些啦，冇會有一些垃圾。好，我哋一唔係超明顯啦，一唔係太問題，佢咪有一些問題就也都多耶穌嗰時也係危險啦，嗬。叫宣傳文化一條線，意思唔是講一就好，唔是講一條線啦，一就變成唱一條嘅一樣嘅。一條線啦，按就做得嚟，所以有條事唔是講當鐵皮而注重去咬事，一注重你點到咬嘅事就冇算緊張。但是佢我如果我佢咪唱個平平穩穩，就佢咪上音質也相當好，就講看場上嘅時間，注意減下會有甩上嘅建議，也講我唱歌前是到。小灌水一樣可能就拍唔完，但是佢哋廠嚟講係算千好啊！好，繼續加油，繼續加油！生花光光的。今日應該提拜哦，CV 平凡的朋友講好來都係你部隊有事宜來提拜，提拜咧，來，聽聽來，不欣賞聽聽來，你們全部救生衣本呢？全部救是92加好加滿哦，92俱樂部來，真的我講下來關。啊，有準備好了，好嘞，聽下來關林 K 勇嘅分數。哎呦，勇氣天勇情商，再度 V 面，你嘅 V 面炸，搶等衝 V 面炸波 V。哎呦，一起管了，勇氣哦。才聽到太貴，按吉上有一個所在做得從此叫我，有一個所在萬山千千，有一個所在按到做林老水田，有一個所在又在太比準，有一個所在按到假東樹，有一個所在特擺做得很太差，還有米農三面水秀。前鋒對前對腳對後對左對右對組成六隊，老祖先不顧一切守護家園。前鋒對前對腳對後對左對右對組成六隊，不管時代怎麼變遷，感動的心沒改變。最深的鋼鐵，有一個所在聽到太貴愛吉祥，有一個所在做得從此叫我，有一個所在萬山千千啊，有一個所在按到做林老水田，有一個所在又在太比準，有一個所在按到假東樹，有一個所在特擺做得很太差。三面水秀，前鋒對前對中對後對左對右對組成六隊，老祖先不顧一切守護家園。前鋒對前對中對後對左對右對組成六隊，不管
时代怎么变迁，感动的心没改变。先锋队、前队、中队、后队、左队、右队，组成6队。老总先不顾一切，守护家园。先锋队、前队、中队、后队、左队、右队，组成6队。不管时代怎么变迁，感动的心没改变。